新疆事件发生至今将近1个星期，中共官方在星期六7月11日宣称，整起事件中死亡人数增至184人，但这项数据也引发外界质疑。世界维吾尔大会回应指出，根据他们从新疆当地所得讯息，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超过600人。7月5日，新疆发生大规模的维吾尔族与汉族冲突，造成多人死伤。中共官方在星期六宣称，整起事件造成184人死亡，其中汉族死亡人数多达137人。不过，世界维吾尔大会对中共官方的说辞表达高度的质疑，并强调，根据他们从新疆当地所得的讯息，新疆事件至少造成600人死亡，维吾尔族的死亡人数也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星期六，乌鲁木齐的街道上暂时恢复平静，但仍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大批军警仍在市区驻守，当地几座清真寺也受到严格的监视，多数的商店都没有恢复营业。一位维族摊贩表示：“现在人家很小，人家外面都不敢出去，人家公家说的嘛，不要出去，外面不要出去，人家还闹事呢，也不要出去说的。现在这2点嘛，小一点就开门了，好几家子要开门了。”而尽管日前中共对外宣称开放海外媒体进入新疆采访，但如今似乎有了变卦。根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多位外国记者曾前往距离乌鲁木齐1000多公里的喀什进行采访工作，但在星期五7月10日却遭到当地政府官员下令离开喀什。此外，日本东京电视台驻北京记者小林史宪与一名荷兰新闻通讯社记者及西班牙记者星期五下午在乌鲁木齐采访报道时，突然遭到中共警察的逮捕。小林史宪被拘留8个多小时才获得释放。